砸死人嘅笑容，留住胃嘅手藝，仲有呢下滿滿的愛。佢可能係世界上最受女性歡迎嘅 gentleman 啊！特務溝死女，動新聞即刻上映。各位女士，如果要打呢位特務主意呢，可能要再等幾年啦。事關佢暫時都係俾佢情人私有化嘅。早排特務就同情人兼媽咪合力炮製泰國沙律，提早慶祝新年啦。咁今日喉嚨痛呢，就加5辣㗎嘛，我加咗落去之後，你幫我中啦。咪睇特務人仔細細，整沙律呢啲 easy job 呢，一啲都難佢唔到噶。望住笑啊，我啊。唔使好耐就完成啦！你諗下，你有500蚊利是啦，真係一個幸福嘅開始啊！羅琳就話啦，其實3個仔仔咧同自己都有個聯名戶口嘅，新年利是錢全部都會儲入去，到阿仔18歲嗰陣先俾翻佢哋。大仔啊攞咗噶啦，有成6位數噶。至於今個新年呢，羅琳就已經買咗機票，準備起程，同細仔去日本滑雪，食埋團年飯就飛噶啦，一路順風啦！貪食新鮮推介，貓山王1箱6個都係1800蚊有找，連埋運費都平過超市，仲快啲嚟落 order。